你好啊！今日咧，我哋繼續咧練習托琴嘅。第一件事咧，就將你個琴擺喺左邊啦，個頭咧挨住向左邊，微微挨住。然後跟住咧，我哋用左手咧搭住右邊膊頭，係啦。咁你 hold 住咧呢個動作，大概係10至20秒咁樣啦。然後跟住你可以將佢放低，咁反覆我哋做幾次，咁就 OK 啦。咁咧，然後跟住咧，第二件事咧就係我哋可練習一下咧拉弓嘅。咁咧，今次拉弓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將個手擺呢一度啦，然後跟住咧右手咧就爸爸媽媽幫手揸弓，我哋暫時手指公咧擺喺下面，記住要放鬆嘅，其他手指咧輕輕力擺喺上邊，手指尾咧就督住個支弓，然後跟住咧注意食指用側邊去到挨住，盡量手背咧向住弓尖嘅方向，咁可以練習下咧弓步向住自己令到你嘅手腕咧係突出嚟嘅。然後跟住咧，我哋將支弓咧擺喺中弓嗰度。我而家暫時係拉緊 E 線嘅，咁所以咧你將支弓咧對準中間嗰一點啦。然後跟住咧，記住我哋個練習就 open 同埋 close。open 同埋 close 嘅時候咧，只係手臂呢個地方喐嘅啫，前臂打開同埋 close， 打開同埋合。OK， 咁爸爸媽媽可以幫佢咧頂住後面啦。咁睇我做一次咯喎，我將支弓擺喺中間嗰度 open。拉到中上弓呢個位，即係上邊呢一點，然後跟住 close 上翻去 ，OK，open， 好 close，open，close， 繼續留意佢咧拉嘅時候咧，嗰個手咧要托住個琴啦，同埋呢個琴要平嘅，扶住呢個位又得。如果佢能夠咧用呢個手托住呢一度咧，就更加好。咁咧要保持呢個姿勢，拉嘅時候咧唔可以改變。通常咧佢拉下咧都會個琴頭會低咗，但係我哋拉小提琴嘅時候咧，琴頭一定唔可以低。如果佢有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就寧願俾佢休息一下啦。咁呢個 open 同埋 close 咧，我哋要 keep 住不停咁練啦。咁第三件事我哋上個禮拜啱啱嗰堂做咗嘅咧，就係我哋繼續撳小星星啦。撳小星星嘅時候留意啦，我哋手食指指根關節托住個琴之後咧，手指公喺側邊扶住，然後跟住咧我哋撳好1、2、3、4手指，1、2、3、4手指撳嘅時候咧，我哋繼續用手指嘅左邊嚟到撳，手指頭左邊，手指甲向住自己啦，撳好1、2手指咧就一定要向住自己啦，3同埋4手指咧就盡量咁樣做啦，撳好晒4手指之後咧，1、2、3、4我哋練完之後咧就撳小星星啦，你睇小蜜蜂 sorry 好4、2、2、2、3、1、1、1、0、1、2、3、4、4、4、4、4、2、2、2、3、1、1、1、0、2、4、4、2、2、2、2、1、1、1、1、1、2、3、3、2、2、2、2、2、3、4、4、4、2、2、2、3、1、1、1、0、2、4、4、0、0、0。咁反覆撳咗好多次之後咧，咁你可以俾佢試下拉啦咁擺支弓上去嘅時候咧，就係擺翻喺中弓啦又係手指弓擺喺下面呢個位啦擺落去嘅時候要放鬆好嘅，然後跟住準備好嘅時候咧，就慢慢同佢拉一下一下我做一次俾你睇下。
我哋又係將呢個動作咧，呢個手歌咧反覆幾次咁樣咯。咁等佢咧快啲熟習佢。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佢覺得攰嘅時候咧，就要俾佢休息一下啦。好啦，咁樣跟住咧，我哋就唔好忘記咗，我哋仲有一個練習喎嚇。個練習咧就係我哋用食指咧，係唔係手指公同埋中指咧，將支筆咧揸住佢，將支筆放喺台面啦，然後用呢兩隻手指去到將佢攞起。如果可以嘅話咧，就轉下佢。係啦，我哋繼續練呢個練習啦。轉下佢之後咧，我哋就要點啊？試下咧，淨係喐下面嘅手指公。OK， 睇下可唔可以咧能夠曲同埋伸直。如果得嘅話咧，我哋就試下咧一路碌嘅時候咧，隨時咧就叫佢停低。一停低嘅時候咧，我哋希望咧佢嘅手指公都係曲出嚟嘅。如果佢做到嘅話咧，咁咧佢好快咧就能夠揸好嗰支公㗎啦。咁咧，除咗呢幾日練習之外咧，我哋今個禮拜咧就要記 E 線嗰幾個音啦。第一個係咪啦，係咪啊？花、蘇、啦同埋 T。OK， 佢哋咧需要咧記咗手指呢幾個位置啦，同埋咧喺音符上邊咧呢幾個音咧究竟係邊幾個位置嘅？咁就係最主要就係練習咗呢幾樣嘢。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